青青，能不能帮我们星云的人拍张照啊？有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，星云拿到新一轮投资了，2家大型公司注资。合同已经签好了，新客户又有钱了。最近大家辛苦了，晚上聚餐吧。哇！上次聚餐的时候就是你喝多了吧？这次咱们把他喝趴下。哎，行了，赶紧回去工作吧！啊，都回去工作。喂，今晚是星云的聚会，你没事就7点过来吧。为什么突然请客啊？我为星灵湖拉到新的投资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早一点过来啊，不许迟到。我又不是你们星云的人，你们内部聚餐，我一个外人去掺和什么？你又不是外人。那我是临时助理啊，兼吉祥物啊。而且，你帮我做游戏下决定，起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作用。我来吃点好的，补充一下体力吧。行吧，那就当是我之前照顾你的辛苦费。哎，不过这个真的不能换成现金抵债吗？周建清，哎呀，行吧，补偿吃的也行。谢谢老板。哟，老板娘来了。老板娘好。坐。谢谢。对，先喝一杯。那我们就敬老板娘一杯。对呀，喝一杯吧。开吃。南州，吃块鱼吧，有营养。谢谢。这鱼，我是第一次来这家吃，这家多贵啊！要不是顾总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南州，你最喜欢吃的辣椒，来，多吃点。是啊。南州，哇，吃点蔬菜吧，菜不错。蔬菜有营养。哎，你这就不了解南州了。南州最讨厌吃蔬菜，他喜欢吃姜。姜可以驱寒，对吧，南州？顾总，我敬你一杯。啊，好，我们敬顾总一杯。来，顾总一杯，谢顾总，谢顾总。南州，来，我喂你吃一块。啊！来，我最爱吃姜了。好吃。吃。单身狗。吃菜。这不错啊。这个不错。水帮我拿一下。这个我也不吃。真是。干杯！来。今天我们大家难得聚在一起，不如拍张照吧。好啊，拍张照吧，来吧。青青，能不能帮我们星云的人拍张照啊？好啊。青青呢，也算是我们星云的一员，她和我们一起来拍吧。好，来，我整理一下衣服。 3、2、1，茄子。